我係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嘅 Amy。好多人一諗起裝修咧就好頭暈啊，又驚咧使咗啲冤枉錢喎，又驚設計唔啱心水。唔使擔心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實用嘅室內設計小建議。無論你想裝修新屋、改造舊屋定係佈置辦公室咧，跟住做咧就實唔會有錯啦。第一，裝修前必做嘅準備喎。裝修唔係話做就做嘅，首先咧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嘅生活同需求。平時鍾唔鍾意煮嘢食啊？有冇養寵物啊？屋企有冇老人家或者小朋友？呢啲細節咧其實都係好重要㗎。比如你成日煮嘢食嘅，廚房設計就要多啲收納位啦。灶頭同水槽嘅距離就要就手。如果養隻貓貓狗狗咧，地板就要用一啲耐磨又易清潔嘅材質。搞清楚你需求之後咧，就要量清楚每個屋企嘅尺寸咯。唔好以為差幾厘米就唔緊要啊，到時家私擺唔落咧就真係大件事啦。度嘅時候咧，記得要順便留意牆身有冇柱位啊、喉管啊、窗嘅打開嘅方向，呢啲咧其實都會影響到設計方案嘅。最好就畫個簡單嘅平面圖，將尺寸標清楚，同設計師傾嘅時候就更加清晰啦。另外，裝修嘅預算咧都要提前諗定喎，唔使話精確到小數點咁樣，但係至少都有大概嗰個範圍咯。記住，裝修咧唔係越貴越好嘅，重點咧係將啲錢咧花喺刀刃上面。譬如地板啦，同埋牆身嘅基礎裝修係可以選用一啲實惠啲嘅材料嘅。軟裝部分咧就要花多啲心思啦，用小成本打造高質感。第二，空間設計嘅小竅門。喺澳門咧，其實好多人都住緊啲比較細少少嘅單位，咁空間慳得一寸就得一寸啦。第一招咧就係向高身同埋牆身借位啦。全屋訂製到頂嘅衣櫃、書櫃。頂櫃空間咧可以放啲過櫃嘅衫啦、行李箱，平時唔多用嘅地方咧又唔使怕積塵喎。牆面就裝啲層架掛桿，廚房嘅調味料架咧、浴室嘅浴沐浴露咧，通通都收納喺牆上面喎。咁啊櫃嘅面咧即刻就乾淨晒啦。又如果你屋企咧夠大，就注意功能區嘅劃分啦。唔好將所有嘅家私亂咁擺喎，唔係話咧顯得雜亂無章噶啦。可以用屏風、矮櫃、地氈嚟區分唔同嘅空間，譬如用一組矮櫃啊，分隔開睡房同埋工作區，咁你又可以儲物，又唔會阻視線咯。另外咧，大單位嘅動線設計都好關鍵嘅喎，由大屋入屋啦，由客廳啊、廚房啊、睡房啊行嘅路線都好順暢喎，唔好話左穿右插啦。譬如廚房啊，一定要靠住個飯廳啦，買餸翻嚟就拎去廚房處理，煮好之後咧又可以直接擺喺飯桌咯，就唔使周圍兜。3. 家私選購嘅貼士。選購家私咧，千祈唔好貪靚唔實用喎。首先要考慮家私嘅尺寸同屋企嘅空間係咪匹配。細單位就唔好買大件嘅梳化、茶几啊，或者係揀啲細尺碼輕薄嘅家私，視覺上面咧會顯得空間大啲嘅。例如梳化揀細腳設計或者係圓浮款啦，茶几咧就揀啲玻璃面或者金屬框，咁望落咧就會顯得空間咧就會比較細少少噶啦。家私嘅風格就要同全屋嘅設計師協調喎。如果你屋企係現代簡約風嘅咧，就唔好買啲古典雕花嘅家私啦。如果係北歐風咧，就用啲原木色、淺色嘅家私。點樣襯靚咧？可以揾我哋嘅設計師幫手嘅，佢哋好有經驗，一定可以幫你揀到啱用嘅家私。4. 色彩配搭 ，colour 咧對全屋嘅氛圍影響其實真係好大嘅。如果你中意一啲溫馨舒適嘅感覺咧，可以揀啲米色、淺木色呢啲暖色系列咯。上屋企咧顯得咧比較高級一啲，就可以用啲黑白灰做主調，用少少嘅鮮色做點綴。記住，全屋嘅主色咧千祈唔好超過3種，如果唔係咧就會顯得咧好亂噶啦。另外咧，淺色系咧會令空間變得開揚一啲嘅，細單位就要揀啱啦。譬如深色系咧會增加空間嘅質感，但唔適合細嘅地方喎。5. 後期軟裝點綴，軟裝咧其實就好似屋企嘅化妝品咁啊，可以令個空間煥然一新喎。窗簾咧就可以揀遮光啦又靚嘅布料，地氈又可以增加呢個舒適感。揀羊毛啊或者混紡裝飾畫啊擺件咧就可以提升屋企嘅藝術感，但係唔好擺太多喎，如果唔係就會覺得好鬼亂。另外咧，綠植都係軟裝嘅好幫手嚟㗎，有啲多肉植物啊，或者啲多葉嘅植物咧，擺幾盆喺屋企咧，即刻充滿生機啊！其實室內設計唔難嘅，只要跟住以上嘅小建議，再加啲少少嘅心思，一定可以打造出專屬你嘅理想空間。如果大家有咩疑問，
歡迎隨時嚟揾我哋 Studio 室內設計，我哋有專業嘅設計團隊，一定可以幫到你。快啲行動啦，等你屋企可以煥然一新。